他们还讲哦，切肉丝，做嘛个不变肉片啊？这是客家人切丝的方法，跟别人不一样，它太低啊。咱都是从红肉样音啊。肉丝炒盤哦，跟肉絲比盤下多咧哦。你有冇前面都暗號嘅色龍啊？徛頂龍去前面係冇？要弄还摸的都可以。哦，女兒設計來的嘛。我每次只要看到飆出油，就莫名的很興奮。他家跟个用水啊，出門之前哦，先會表注油，然後這樣沾一點薄，這樣。這個當香水 too much。哎，你龍沙本應看起來比天氣裝好帅，好犟。哇，來直接加分加分好，我們好負責啊。其實你們兩個今天這樣好辛苦哦，因為嘎斯進步一就嚷哈，我覺得錢也不會留在你們身上。我覺得你們要，你們要不要假裝沒有來比賽啊？寫得像正方形形狀哦，正方形、菱形，又三角正方形、圆形。啊，你們這樣弄幾球啊？比賽層次今日經過，退白線用哎超對啊然後要雕花。下一季開始有可能還又要翻跟斗啊，吞火跳舞。你說這樣做菜。Hello，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看住所有現場嘅兄前面有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一家之主我係民族。中白跳。來到新竹渡後亞嘅季節了，發現都很舒爽哦。哎呦，這場新竹的風哦，就是這麼迷人。哎呀，你睇那麼很表哈。我就是特地因為要配合新竹的風的流線這樣。可是你右邊那位沒有。好啦，3號了呢，馬上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。好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阿尊彬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。阿彬哥你好，大家嚟分享到係林迅吉林師傅。跟朋友大家好。林師傅你好。好，3號來呢，風吹係來自新竹新豐係阿姨老陳嘅，叫下來比賽哦。來分享嘅風雲記嘉玲，掌聲歡迎。歡迎，歡迎，歡迎。總 T P 的組合，今天組合都很特別。係哦，我老應講，最特別就係咱吹呢一片哦，因為前幾唔是看過。哦。半年以來提這擺哦，有來自北部嘅聰明羅，然後嘅蛇龍強下哈，范元哲還有邱爾順，歡迎。剛剛幾兩首，大家感情好可能係來嘅。結果有暗號嘅西龍啊！係啊，你係怎嚟了解下？好，先嚟問下呢一片咯，新豐係嘛？新豐係。新豐有推薦乜嘅好教好食好料嘅冇？我要推薦個老皮牛肉麵，因為佢嘅麵當好食，還有係老甜咧。哦。豆腐花個豆嫩，唔是千是豆包。哇！所以叫勝利凍。哎，黑色嗰個那一家的豆漿超級好吃，還有豆腐法。豆腐。那家真的必吃哎。係啊。真的。不過吼，你探看下，其實北部咪就這又見店吼，當好探看係百年老店吼，哪一間？龍人餅烘。這一家店哈，我拍過，你知道它多好吃嗎？怎樣？好食都都唔掉啊，娘的好食。你喺番薯餅、老母嘅餅，真嘅真面好食。係會簽到。哦，所以應該係業界區這邊係推薦了兩款。番薯餅、母嘅餅、豬油餅，三種都當好食，佢都好多嘅全國嘅嘅當地。過節要排隊。那跟你們講有沒有特權？哎，哥，你要到喺啲北埔啊，北埔你要到車有開店哦。開早餐店。真的啊？你自己那應該要介紹你的店才對。所以今日美女走在帶來吼，東河是北部的料理啊，咪係去自己不看哦，跟他岳父一起這種好感情的料理。好，3號來呢，馬上就會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有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都係亞館呢，兩家就掉出來佢千多比嘅一個秘密武器咯。請問下啲主哦，風雲記，你係乜嘅？暗瓜。暗瓜誒。係。米西嘅錯冇？係，我哥哥西。呀哥哥係夾爸爸嗎？唔係。呀哥哥西嘅，阿 P 哥好冇？哦，係香香哦。嗬。但係咪我拿下嘅哥哥 T P 做出嚟暗瓜做埋料理咧？暗瓜肉絲炒飯。哇！你聽懂講咪？炒飯呢又有車車啊呢。好哦，請問下風吹兩首哦。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！好，嚟一下攬出群哦。哎呦，
冻风、冻金的冻是你要比美福气黑马盖。风劲跑出来。我最喜欢。哎，我每次看到它的时候，都是都买个超学的地步的读啊。我想问一下，你这个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？这个做的，自己做的，你怎么该不会做的啊？哎，头摆又对团天做过学徒，哦，哇，应该起到你的活动性，应该是偷学过来。对，哇你不卡做啊，用因。哦，好厉我看过他害就改两个，系吗？嘿，添加物该都全部拿铁，用天然的东西。是鱼类咪下抗甜啊，哈。我好像因为拿俩很厉害嘅，往境泡出来做嘅菜，菜苗按到嘛嘅。风劲年台，其实本大家学的厉害哈，昨天做时光机的感觉，黄金年代，回到自己最青春、自己的洋溢的黄金年代。 Golden 好 Age 哦，你用啥等下有信心冇？有，中气十足，亮气都整批好 C 耶！马上倒数， 3、2、1，唱开始。都得开始走咯。亮气唔了了嘅啫，因为呢都是刚好长辈、老晚辈两推人 Q 下来参加到游戏，贴片也嘅组哦，C 龙 Q 下来咁难得，很难得。等一下我来问，好啊。先来看眼两片好啊，阿姨。哎呦，人家猪肉覺得凍獎呢，咁整肉。係啊，買豬肉嘅條件係人朋友係嘛，結拜啊，抗炎全部是按樣較好食。體日白看到吼，哎，肉絲炒盤啊，跟肉絲比盤下多咧哦。用長是下包啊，係啊，好食啦嘿，啊人嘅糯米做七日中嘅係冇， 7家中誒， 七日中嘅哇就地客家人都有一個開心農場，哎，真見呢，真的，很接如果真的沒有，也有玩開心農場，弄民宿係嗎？像你，哎，不務正業該做。不過個孫紅吼，哎，咖喱嗱，這應該下切係嘛東西，就會醬掛係嗎？哎，紅瓜，哦，個暗掛個色麼個，好像比較淺係哦。長細冇當球誒，哦哦，哦，因為可能會炒盤啊，兼機會調鹹係嗎？誒，又浸過咧。那這樣你的量是不是也要測一下？係，等一下，個肉絲有先錄過嗎？我冇錄過，因為了要蝦埋。哦哦，錯。你等下可能要這一下，不用幾多暗瓜哦，不一定要全部不用哦，吼。嗯，差不多嘿等。下你給我倒出來哈。好，好謝謝加油謝謝。哇，爾順大哥，您感覺非常專業，係咯，佢切一下溫度呢，而且爾順哥，我感覺你應該係老師退休哦，對不對？唔係遠航上班，唔係鄉長，也唔係做嘛應該知名代表，做醫療我哋下就做條路嘛，冇退休咧。退休嘅，因為吼，記得等一下會做個黃金年台吼，但像糖一樣吼，我們就會做埋東西。你們介紹一下好不好？類似香鬆，蝦鬆呢？蝦鬆，哦但是就用裡外都是包配飯嘅，好嗯，嘅紅元泡菜， ，OK 我 OK。已經做哦，需要有幾時哦。那今日的報名是我們的 C 龍的來報名的嗎？嘿，係你報名嘅啊？嘿，你有冇前面都暗號嘅 C 龍啊？徛電腦去前面係冇？也冇係摸係得對，哦，原來是女兒設計來的嘛。我要先誇獎一下，因為大家是看得到幹嘛，彩條板啊，把黃金泡菜啊，但你們都忘記這裡了。這什麼？要做對窗口一本大家看下嗎？好，你自己介紹。哇，好漂亮哦！要做在買東西啊？係客家嘅茶法啊，茶花，茶花嘛，對不對？嗯，馬漂亮上貼的啊。哦。我就識咯，你會不會做早餐店？有點挺打慫哎。對啊。飯店做學徒啊，嗯。然後哦這。些都要學。哦。講真嘅，爾順哥，你下嘅 C 龍有鵝腦嘛？有鰻魚嗎？一舉棒，一級棒，對不對？我看就點，因為我家真嘅撈到係人來嘅呢，他在旁邊啊，哈，幫忙準備食材的時候，只有顧得好好，那還是在主客，很厲害我還以為你要哦。說你跟你的來兒的感情都沒有這麼好嘞。你不要搞分裂好嗎？啊，那個黃金泡菜燜一下，樣板做出來啊？風景泡菜、豬肉係不用拍菜，那都有然後蒜頭、辣椒、風菜頭，伊係黃色的，咁個風菜條係風色的。
它打成泥之后自己的打下去是会崩变掉。崩在原来安用两个体积摆地嘞，你也太惊讶了你们都知道吗？哦！你们眼屌。而且有的你们用购置落去，水果也会一起去发酵。我们去发酵的，用到像凤梨啊，还有那个水果啊，再来还有酵素啊，那都有。各位老师好，不客气不客气，那要不要先下班了？先帮你煮一下好吗？等一下查同一款。哦，吃汁色就好诶啦。人家猪肉冇切得大餸呢，不如帶進去好冇？我刚才没讲我切肉丝，怎么该不变肉片啊？這是客家人切絲的方法，跟別人不一樣，它太的啊。很讲音色的。好，但切好太地，咱都是像同样样音啊。真的真的。我爱用食器裏面很好就口感嘛哈。哎，很好用嘿。嘉玲平常都會做嘛該嘞？餐饮业上班，你們哦，走川烫改，营养午餐呢？那要煮很多人呢。營養午餐的阿姨我都很喜歡呢。哎，因为记得全府为地哦，是一个好吃买的东西。对，声音嘿，你咪当好食啦，哦，当茶饭啊。哎，老人讲因为凉不向下炒嘛，因为我紧扁呢。唔是唔是人愛炒嘿，每歲站我夾窮下，嘿嘿，嘅暗瓜愛煸豆毛咧。紅瓜愛再一下子，再一下下再放。這個我看了好開心哦。为什么？我每次只要看到煸出油，我就莫名的很興奮。他刚应该用水啊。這個當香水 too much。出门之前哦，先我表注油，然后这样沾一点脖子这样。好可愛。敷臉一下，没有。燙死了。哎，你凉沙本应看起来比天气中哈。好帥，好醬，哇，来直接给加分加分的哈，我們好不對呀。其实你们两个今天这样好辛苦哦，因为嘎时 King 不一就嚷哈，我觉得钱也不会留在你们身上。我覺得你們要，你們要不要假裝沒有來比賽啊？哎，中風音呢？你用不一定爱想中啊。我都有款嘢係甜食啊。哎呦，安好。那個民族小姐，我未從頭有款去錄羊啊。啊，你凉沙本应看起来比天气中哈。好帥，好醬。哇，来直接给加分加分，哈，直接給牌了。好嗨，我們好負責對呀。哦，你講你繼續做哦，好我把握時間咯，吼。好，哇哦！哇，爸爸頭擺有只上駐村嗎？也係不用煮較多。来做较多，哦。嘿，一家之主啊，哦。不用不安很福哦。對呀。其实你们两个今天这样好辛苦哦，因为嘎时 King 不一就嚷哈，我觉得钱也不会留在你们身上。我覺得你們要，哎，你們要不要假裝沒有來比賽啊？对不对？我有讲对吧？你就跟他們說那個錢都是假的。哎，就是拿牌的牌子。哦。我先讲好了哦。哦，你下風景跑出來落去了哦。哎，哎，這個泡菜哈很香，最後面其實不一定要炒吧？是不是也可以直接放泡菜上去啊？沒做的，對啊我可能就是個想法，隨條飯不搶手嘛。哎，唔係，我想問一下，因為兩個吹苗都黃金年推，剛才你耳順哥，你吃到兩個黃金年推，係哪隻時期咧？促使畢竟多厲害，都係兩個黃金年推，嘿，好幸福哦！一直都在黃金年代裡耶。啊，你呢？已經過了嗎？我從來沒遇過啊。有了一家之主的時候啊，一家之主的時候，畢竟你也吃的很多啊。我哋一炒好咧係冇？嘿，啊，玻璃錘是係做擺盤係冇？嘿，哎，看牙法還不用懂哦。嘿，為什麼要現金水啊？我們會照睇啦，照睇是會逼客的，上次會逼客的。哎差不多了，好，我們先過去那邊再看一下下。好，哇！總算看到你卡布餐的嘉玲，它最重要是炒盤呢。而且它這個炒得好漂亮哦。嗯，哎，當歸炒哈。沒有。但要用老給夾胸哈，要把它用炒在一起，還會夠用蓋在上面呢。不用了順便呢，哦，擺筍紅哦。不用順行嘿。那這樣我們差不多，好，就來倒數嘍。煙草馬上倒數是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出嚟試試看啊！鐵罐地圖，內部卡米斯卡針掉咧。
原本你家頭前就講你喺組合呢當貼片，可能有組合變做料理嘛，貼片我嘅米西冇，先對風吹啊，吃看啊。啲炒盤哦，炒到粒粒粉面哦，凍香凍好食。韓國嘅三色肉吼，哦，切到眼睇地，真正凍好食。我們的暗瓜好吃哦，好好吃。免會過鹹哦吼。所以都當高煙呢，當太嗲呢，好吃。當茶飯，20多又滿意啊，那時候當賣嘢，仲少誒。用啥咩嘅慳油，係比慳油要。因為暗瓜誒當好食，個個當厲害誒，應該就咩炒都當好。好食，粒粒分明，一好食，好食。哦，很好吃吼。看我哋評價非常高，我查過了看一下，到底黃金年代有好什麼？我們真的好有口福哦，第一盤都要忙死的嘞。係哦，這吃下去可能會讓我回想到我的黃金年代，或者是看到我未來的黃金年代哦。我感覺一下。哇！應該黃金嘅泡菜應該會啱好食啦，煎嘅菜頭版咪煎到凍好食。加鮮啲都嘅料啊，加個口感又足到，又軟呢又脆嘅，我冇咁樣。各位特別用的食法又比較清爽，本身加個秘密武器黃金泡菜是很好食。我想說大槍身邊會當斬掉，當好先哈，當不做。那把你做的老幾搞慣，加不開泡菜哦，有賣嗎？有賣啦。一罐多少錢？然後專線請打，是不是？我們下一次應該在現場擺出來賣的。當不做，好吃哈。好吃。嘉玲吃到嘞，黃金泡菜好吃，哎，真的，我們這邊已經有2瓶了，真的該再來賣的3瓶。但孫時嘅地位獨東西，誒，未凍好食，過加落嘅青菜，增加嘅清爽嘅口感。豆皮版的呀，有點點焦擦擦的哈，擦擦的，一點點的擦擦的，這麼香。加修你真正凍好呢，你現在終於知道為什麼你女兒這麼愛他了吧？對，應該是這個泡菜片。我話真正凍厲害哦，不過等下就要看師傅有冇冇強龍嘅想法咯。緊張的時間馬上就到位，現在請阿準備師傅搶分數，冷水一分。我再接再厲看一下心機師傅搶分數，冷水2分。你們剛才都把我們的飯吃光光，沒有給我們半分，你給搞態。本來是講佢哋應該係炒到強下下伊，將個梅頭將為好好啊。還有講因為佢本可咧炒嘅時間變到佢兩片出下油咧，啊梅頭冇夾強下，其實建議個你知道盤啊，係直接炒落去，冇時個老牛吼料起來個油是直接係別個軟。啊，直接係炒咧，貴隻梅頭將會融合到地位度，後尾變到是好分開來。好，佢呢一片是就係黃金泡菜到其他咧梅頭全部轉融合到強下。第二講嘅泡菜梅頭會好沖，所以技術嘅電腦要配咧搶出來，而家搭配佢嘅味道，好有個層次。阿朱師傅你嘅想法咧？哦，我會本南推呢片呢，係整體嘅搭配啊，就是有酸嘅梅頭，有切，本來有個開胃嘅效果啦。係個黃金泡菜整件係好食。鳳推呢片呢，種瓜有較鹹味素咧，做得切較泡嘅，切較油嘅，按用炒的呢就較好食按用。好，有條建議呢，你做一個參考，能把做調整一下。南水當厲害哦，看落呀兩票呢，可能係為了黃金泡菜佔下去嘅吼。好，唔過頭前也必須先來休息一下，馬上來看一下甚至師傅帶來乜嘅好料理俾大家分享。實在好料理。好，甚至師傅呢，我帶來菜色，見咩人啊嘛？菜名咧？竹蟲炒薑絲脆片。哦喲。真的是真的竹蟲嗎？唔係正經嘅竹蟲，那我不錄了，先走了。重點。好，我基本上我做嘅竹蟲呢，我係用嘅麵蟲嚟做。哦。我都從頭咧做嘅仔菜啦，我係用呢個嚟。我輕就巧。係，還有嘅薑麻、蔥、辣椒嘅香菜、蒜頭，還有嘅片絲皮。片絲皮，係片絲皮。這道菜跟它什麼關係啊？然後做一個脆片，跟住做一個碗。然後種兩個竹蟲炒薑絲。哎，那你要批走完哦。對，炸起來當好食，老清種個餅嘅樣用。哦，非常期待哦。那個麵蟲呢，幫佢切斜刀。哦。切過較盤呢，冇相干。可是竹蟲有這麼大條的嗎？竹蟲按用就變起來。哦。變起來，嘿，幫佢捲起來，按用就清種竹蟲咧。就誒，就長呢。嘿，我是
较太早嘅竹虫就切得较盆的。哦，韩国他们动便宜耶，因为不用清里面。嘿，哦，本伊按用建起了，就是像竹虫咧。嗯，用简单嘅食材，本伊做到好食。呢做嘅齋菜哦，真正非常好食。你食嘅時之後，唔啲係齋嘅。本伊建起了，那种青葱竹虫。哦哎呦，呛你哦！他刚才是有吗？沒有，總算不用開落嚟哦。这个哈又不是去那个猪肠的味道。通常一般嘅竹虫要磨和呛你，或者种嘅面粉啊，哦还有醋啊，本伊我媽媽用可樂誒。哎，妈做对做对。可是一樣不會有個嚼勁嘛？係啊。有啊，就會有嚼勁啊。因為外形凍長嘅係啲嘅，我嘅口感嘛，它就梅絲啊，怎麼辦？店下會用炸鍋嘅方式嚟做，因為炸鍋因為較軟，啊這樣磨炸呢會較軟。會本佢炸鍋，本佢就該不一樣嘅口感。哦，啊用唔是用麵粉哦，直接炸就做得。哦，哦，一般竹蟲炒公是乜火鍋誒？因為要本佢較有嚼勁啊。可能未半斤上色啦，吼。嘿，炸到酥酥，然後金黃色，就做得。好，挨落先落切開姜絲，啊，你的酸味等下用辦法？用白醋。哦，這位有因為用四炒台從本記者咧訪問過誒，哦，你要不要再發表一次？到底客家人炒嘅係乜嘅？客家人其實在處理台沖時，像譬話講嘅，因為用啲麵粉啊，用可樂啊，吼，最主要係要去洗腸裡啦。唔係講我要浸乜嘅熱水啊，乜嘅味道本意係軟啊，乜嘅，其實係味道。強力啦，啊，蒜梅槍嚟片來，白醋，冇時係用醋精啊，一般你用醋精好夠啦。但是你啊，有人唔好食按蒜，就得用檸檬汁啊，冇時用到咧果醋，用鹹菜加鹹蒜去炒，咁樣咪做得。你講嘅時間，因為發現咧蛀蟲變態嚟喎。有本佢炸，像阿婆做啊，就要用嘅梅醋來做。梅子醋。梅子醋，嘿，因為。通常竹蟲會較軟啊，有用個梅子醋呢，會唔會本佢較軟？哎呦，啊，做乜嘅而且按多少蒜頭？哎，本佢就較香嘅香味。你下個蟲呢，把它切成這個比較粗的蔥花。哎，你係做啲曲家式嘅東西係嗎？等下破喉做得啦。曲家式的吧，哈，等下不能吃。這個是金牛角麵包。其實你打敗看到幾個時間，那個上個很像那種大的蟲蟲呢。你看過嗎？好，你辣椒呢，本佢切較大啲冇相關，啊籽就拿鐵，因為姜要太辣啦。哦，還有個香菜。香菜未有哦。嘿，香菜。用四炒台菜冇看。清少年標啊，唔過我好食香菜，我本佢就個香味。嘿，你知道製作人不愛吃香菜。哦，我標，我標。那你知道你的排班是看他的臉色？哦，排先啊，沒關係，他剛好也很。難怪韓章也冇看到甚至的面。那這新興腸辣哈，我們這邊大概有20隻，剛好10隻這樣。可是那個口味有點鹹，衝，比較鹹。還那個擺盤。現在我們製作單位好像都跟他們說要想辦法弄出擺盤，從來有切點差。他用你走椰蛋式，不要再威脅人家了。你這邊也被要求擺盤就對了。對。下次不用理他們啦，你就拿好一點的盤子來就好了。了解本佢破，不過見到見台呢。嘿。好，但係破起當葱破甜不辣誒。哎呦，玉強哦，哎，大家有撈跟麵蔥那類破過嗎？有哦，做乜嘅料理？我到那裡破過是炒鹹菜。鹹菜。哦。鹹菜啊，福菜啊，就做得咯。我現在會來炸個偏食皮。它會直接變成圓的嗎？你看你會用3片瓊下咧。然後用醃嘅。本佢按用醃，哦，就變成半咧，好厲害！冇想過呢。嘿，用水餃皮會較硬啦，因為包嘅皮會較盤。啊，日白還總得用紅豆咧，打炸二菇豆咧。對啊，這不簡單呢，直接拿來吃就好。哎呀，你如果需要玩，其實我們很多。哦，我們有呢。我們兩個較好吃的。哦。這是可以吃的。哎呦，因為它定型的呢。對，那用薑會變色哦，就轉風，就做點老氣了。等一下要回鍋炸嗎？不是，呢啲種破河顛倒啫，冷嘅時咧係咪很好食？永遠用個蝦片嘛。
虾片做的吗？虾片可以哦。下边嘛做得啦，全部是铺的啊有一种较太低嘅，就是太低的太低的。嗯，我觉得原则看这个应该还蛮有想法的。他正在做新的菜单了哈，可是早餐店要快一点，这个太慢了。都在现走活了啦。好，料片呢就做落来炒嘅竹虫炒姜丝咧，姜丝先炒哦，本佢炒到有点糟糟啊，所以咪係大火炒哈。太火炒。啊，做乜嘅會炒到走啊？本佢嘅香味就出來，其中嘅老姜啊，我本佢切到較幼，啊用炒嘅時間會縮短。如果炒切痛太低，會炒清久。哦，要炒出它的香味。嘿，佢用跟麻油的香油會較好食。香油按麻就係另外一種做法咧。嘿，我喺看以前按多嘅山條，我先炒過，然後加落去。分兩擺哦。冇，就切痛到咧。你看，我就說吧。英國正經意向哦。就英國炒嘅姜絲炒菜葱嗎？我就英國做。你會做？哦，你會處理嘅菜葱嗎？會啊。原則會嗎？你咪會做？我係客家人啊。哦，客家麵 MAN 係嗎？客家麵。好，本佢炒都香嘅，有皮到梅咧，等落去加了解醋。我唔會勁炒勁軟哦。唔會。哇！醋會留下度啦。我要拉蒜。會拉蒜。啊，差唔多係幾多啊？差唔多2條嘅麵蟲，用5大匙，含住嘅糖。加湯係綜合嘅蒜哦。唔會，含住調酒，一點點調酒。哇，胡椒粉哦。胡椒粉。其實看起來真經動笑。對啊。煮得水。一係齋香酒。好厲害哦！因為用慢想到誒，個煮葱其實就做得用麵葱來提出來。應該就切過，本佢捲起來，清種嘅太重安用。種就清到嘅在嘅大腸麵線，嘛會安用做。葱法。這個順序有什麼關係嗎？要起鍋之前，張不用按用水要較強，但這位唔是跳刀會較辣的。好，起鍋了。啊，香脆蠻尬呢。起鍋之前，你是不是我提醒你了？我就記得。冇。好，唔是炒香酥香脆冇香味，唔是炒香酥，來擺盤。哇！這個石頭又來了。那個海龍王。海龍王在竹南呢。哦，哎呀，就不用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啊，怎麼個不用要調味啊？配色啦，你看起來。哦，風色槍色。來生人記住要好食要好拿，而且睇過後人拿咗一行再煮。營養品嚟嗎？係就係咧，就會帶咗去。太子家真係學咗去哦，隔壁裏邊我學咗去。哎呀，真好嘞！哇，來。好，拿去本台看一下。好。竹蟲炒姜絲脆片。阿娘就好食咯。哇！那個竹蟲炒姜絲脆片，而且是在，叫我來吃吃看哦。來。哎呦，我冇用筷嘅咧，我直接拿起來食。哇！你睇下啲糖都該卡住上進麼？哦。咱平時先講一下，大白哦，咱摸起來星級師傅做的料理之前哦，我都會想說，到底那個菜材越好甘越好食。但食落去之後，我發現，正經啲嘅係台蔥也係，正經嘅台蔥咧。佢真係係突破睇起來對菜菜嘅想象。入邊都會加入一層用片絲皮鋪嘅，真係真嘅口感。麵腸係用葡萄糕炒過喎。
有葱竹虫哦，师傅懂会做哦，很好吃。素食的这一道可以，对啊，可以出，素食的这一道不错，可以给小朋友吃这个，因为我们不曾这样做过，就有学到行呢，行呢，学到一招。昨天安和是来专业做过，哦，你看，我专业我用个虾饼做带，嘿，不用食款哦，是看起咁要食出来嘅係真嘅也係假嘅。是啊，对，所以我哋嘅節目，又會選吼，佢做得又會學嘿，啊，我們的阿斌阿斌哥，哥咧，一套料理啊，是系有咧软的口感，有脆的口感，或者脆片，也有咖粉，没有绝哎酱料，为何是它伊个味道层次啊，冻豆口感没冻好样嘅，因为人家唔但是咧内脏，好其实是做用咧面葱来去取代冻好。冇唔錯，而且呢，客家食得到客家嘅最傳統嘅味道哦，當到蒜子要拉上張拉白。好啦，頭前呢，南吹得到2款哦，你馮吹來加油一下，加油加油加油！馬上嚟進行最杯米一館嘅挑戰。百變料理王，兩喙愛喺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指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亞館唔但淨係比面試，沒有比創意哦，到底愛喙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王，一家之主，人哋誰來上菜了？好，其實呢，我講真嘅，要管冇咁簡單，因為等於是隨堂考哎。嘿，現場抽題，現場考試，而且呢，講真嘅哦，大班來賓都比我們想的更厲害。嘿我每次都是放到叉冰裡而已，真的。哎，不過基本嘅劇情食材，每就可能走到不用到差冰嘅地步。其實都可以啦，都可以。看你的胃強不強。對，好，莎莎咧打開咗本，大家看下今日劇情嘅食材咯，就係星星腸。哦，愛嗎？真的不用叉冰哎，沒這個練度。好，兩位師傅未先想一下，除了搓冰之外，佢哋做乜變化嘅？其實是那個炒啊，啊，我哋佢用呢個去切到長啊，蛇塔殼咁樣。哦嘿，切花。那個是海龍王。哦，未做底嘛哈。嗯。星級師傅呢一片呢？做個 barbecue 吧，哦，串燒嗎？可以烤，然後上面用一點那個醬料啊，買個葱啊、葱花啦、還有ผัก嘛啊，粉條啦，還有個葱條還有。基本上就其他想法嗎？沒有，真的想不到哎。就這條東西哈，煮火鍋還虛接啦。你說就放下去煮哦？哎，不是夠簡單嗎？不過哦，等一下兩組嘅來賓哦，聽出會比我試沙坑好厲害嘅想法。絕對會啦哈！馬上就來進行最杯米館的挑戰嘍。亞館呢就會拿下星星腸來做編發，馮吹帶來的料理，很多媽名哎。星星腸串肉。哦，老弟，哎，剛好哎。做烤肉的方式啊，快點扭 Q 下來時候，來，馮吹有星星冇？有。好，等下來探看一下咱出的一片用星星腸而做乜嘅菜咧？星星腸煎餅，煎餅有難圖哦，不過等下嘅比賽有星星冇？有。看誰來個上進球冇強壯？好，現場馬上倒數3、2、1，這樣開始。我開始走了。哎，其實我覺得星星腸好難哦。也沒有可能，我們4個哈，寬聽懂料理耶，你們已經開拓我們的眼界，好像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，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什麼，你知道嗎？刨冰，所以大家再變綿冰，看白咖喱，再變冰吧。我只能說要補充幾件動好。我還都沒吃過，都沒吃過。看你白咖喱主廚私房菜啊！你自己講的哦。哎，我根本唔但講星星腸亭，它有培根的哦。嘿，用培根來煎。還用凍香呢？這應該是會是的。你要培根哦，要用剖的。嘿，要用剖哎。哦，我剛才沒有意識到它是油過，我還靠那麼近，好恐怖。星星腸沒有剖嗎？星星腸用它煎用它。咋個都用下剖？嘿嘿。可是放個培根下去會啪啪啪吧？應該還好。就會不給啪啪啪啦哈。但這星星腸唔辣哈，我們這邊大概有20隻，你看。不加我的吧？不加，就剛好10隻這樣。可是那個口味有點鹹，重，比較鹹。哎，啊傳奇咧，香港炸風吹條喎。哎，用啲配色下醬啊。哦。哎，等等，我漢人會嘅蛇呢，掛去強下傳呢。係啊，蛇呢掛強下煎呢而來。可是我建議咧啊，係煎而來。下油呢？啊，做乜嘅要蛇呢掛，香我要提呢掛。提呢掛係大盤。
哦，现在我们制作单位好像都跟他们说要想办法弄出摆盘，嘿，所以他们已经使尽办法，充满有切点差，嘿，他又已经走椰蛋不树，要再威胁人家了。还有大闸蟹，对，大闸蟹。好，你跟他沟通上来好吗？好先让他们制作一下。好，哇，哎，两片的真土冻家呢哈，煎饼可以放刚才的黄金泡菜吧？有吧？有，啊，哇，人家会雕花黑毛。嘿，那个烫过之后啊，它就会开花。哦，我怎么该会想到切法？我们冇切其他的东西。看网络上全部是教该切该taco，那其实都感觉没什么变化。不用，没什么变化，没什么变化，他们都会切 taco 的。换句话说就是看不起啦。没有。喂，哎，可是你们的星星肠有2个样子哎。哎呦，你有跟他讨论好吗？有，那个架到该表地堆，你还装饰。哦，你这边也被要求摆盘就对了。对，压力蛮大的。下次不用理他们啦，你就拿好一点的盘子来就好了。切得像正方形形状哦。正方形、菱形，越上狗正方形、圆形。那你们这样玩弄丢啊？比赛层次今日已经够，特别是用炒对啊，要雕花。下一季快需有可能还有翻跟斗啊，喷火跳舞。你说这样做看。啊，这几个手指头是要干嘛的？装饰。刚才剁下来，哎，你再少2个。刚才被切到了。你们有玩过这个魔术吗？可以不要玩，因为太久了。那边的有点太难了吧？因为要给切得像正方形形状哦。做正方形、菱形，千多种的法用。鱿鱼游戏啊！三角形有吗？有三角形。又上狗。正方形、圆形。看他们俩这样做，我突然觉得像美劳课，一下子某枪周吹呢。啊，你们这样玩弄丢啊？因为等下他还加甜食店么讲吼，要技师哦，会注意时间哦。好，我们等下再过来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！啊，哇！哎，真的哎，我刚才误会嘉玲了，嘉玲对的。莫怪安用就怎爆起来啦？嘉玲是对的。哎，我们真的要逆转胜了哦。有机会哦。一定会。因为你看今个脑部后爆的是培根，等下泡过以后给油粉哦，油香不下香。而且你看给包一个奖哎。哎呀，很漂亮哦！这个手工艺，我怀疑你是家政老师，系吗？哎，不是，我们前面问过职业了。厨房送半天。香港你看记得有星星肠，冇找过切过，故意挑落去哦，所以等一下切落去的时间，主角展现会非常明显，就很烫。我看一下油温哈，中高温呢？一下用哈。哎，我发现呢，这一关的挑战。突然间，我们节目变成家政课，那边也在家政课，那倒闭也没都在家政课，你有慢呢嘞？凶你哦！谁出的？我们制作人。比赛啦。对啊。应该你比赛的层次今日已经够，特别是用嘎炒。对啊。你要雕花。我那个看到你做个主厨私房料理挺多嘞，跟你像煎啊、爆啊、弄啊。说到这个，你们刚才山茶花嘞？哎呀，又啊摆盘呐，摆盘呐，应该用恭喜了，下一季哈，下一季开始有可能还有翻跟斗啊，喷火跳舞，这样做菜。哦，还有文粉哦，文粉那落去行位嘅，你阿妈嘅粉。哎，姐姐，你先再吃一下本土，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温度，现在是完全还没有高温。等一下，可能从这哦，很忙哦。该粉係嘛？該粉啊？酥炸粉。这个一定好吃哎。一定啊！而且培根炸过後，如果还没有炸很久，会有那 juicy。依啲我朋友換熱清粉哦，鋪去到是咪要梗口感啊？要混扯扯嘅口感。個擺盤嘅太難掛，而且很多。我不知道盤子多大。有一些要敷臉啊，有一些要敷臉。其實沒有很大啦，就按用音婷婷啦。可以圍2圈啊。好，那我們先過去咯。好，加油。好的。哇，哎呦！星星腸切完了。因為見到人醬啊。因為這個像個韓國嗰種哈，韓式煎餅啊，好厲害哦！小孩一定很幸福哎，因為他一定是那種很會做寶寶食品的爸爸。沒有，同學趙軒啊餓肚子的時間，你小朋友就可以已經吃2餐了。我爸爸開早餐店呢，已經是量傳嘞。
啊，这几个手指头是要干嘛的？装饰。刚才剁下来的一节，哎，你的少2节，刚才被切到了，刚才切到了。你们有玩过这个魔术吗？可以不要玩，因为太久了。看起来啊混哦，地步也挺好右手哦。你没有手也没关系啊，就变舒服了呀。哎，我用木铲的某漳州的边边。哎呀，盖头有哦。锅铲要不要？可以吗？你可以有腌这感应吗？我只是叫原则哦啊，命中缺原则，他妈给他补原则。哦，有 keep 到吗？有拍到吧？真的，好厉害哦！给什么冻酱哎，冻赌猴嘞。哎呀，然后看到耳顺哥还在切，耳顺哥，你懂用心没？哎呀，没冻电器哦。对，听啊。4粒无啦，8粒。8粒。热沙热热沙1粒。哦。啊，还会痛过哦。对，长不快发。而注松了。哦，有哎。这还是快发呢。哎，这样好像可以看名牌耶，有吗？有看到是后码吗？28号。耳顺哥很认真在看呢。哎呦，快到！好漂亮哦！切个须姐没有动主意耶。哎，可是刚刚通咖水滴都会揉痒哦。佢本身就有味道哎。哎，我早餐店很喜欢点小热狗哎。对，然后加tomato酱是冻好学的。对啊。等下他给我挑买个酱吗？因为人家看见往进跑出来mang落去啊。落去嘞，落去嘞哦。星星肠就辣嘛，因为今日主题系的好。有。基本没有。好，好，来你倒数喽！天草马上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出来吃看呐！最不迷关于星星肠编发出的料理，哪部卡站的嘞？好了，你下关呢用星星肠来做编发，观众朋友有想到嘛个好嘅想法冇？先对风吹来吃吃看呐，第一度是冻豆料哦，很 juicy 哦，哎呦，冻清爽又加冻车，因为假使是有星星肠到来泡吼，可能香气还唔辣哦，增加嘅培根哦，哎呦，真经非常好选，而且给它星星肠的按钮。冇出家婆的话，给可以用冻嫩，还好吃哈。看你选出来吗？而且你们刚刚切的公啊冻油切得很好，所以它整个外形上面很一致，这样好吃。里边有个瓜子，安尼劈出来，真好吃。咪冻清爽吼，哎，冻清爽。一只系圆圆呐哈，一只系切切啊哈。做料理的时候也会参考这种做法。冻厉害，几个想法哈，结合起来创造新滋味。沙哈罗爱食看哦，你俩片在用星星肠做的煎饼。这不知道是不是有加个黄金泡菜落去管嘿？它的颜色好漂亮哦，看起来下黄哈，银黄色嘞。加2罐，谢谢。加个粉的蜜头调都冻好哎，它有调特别加什么东西吗？好鲜甜哦。真紧按挪一下，因为大家可能家还冇看到。佢哋專門擺盤嘅細節，佢特別用嘅係太力瓜係嗎？做一個是那種糖呢，凍厲害係馬上做嘅。愛做。哪些咯？你真的在早餐店用打爽咧？好厲害哦！懂会做，懂好选，很有创意。这样子可以当主食吃哎。哦，对，吃得饱哈，对，吃得饱，对，还是挺饱的。因为生年你要冻好，小朋友也会爱。对，安當嘅時間，你餅哦，做啲外皮係素菜，地部很軟軟的，凍攤嘅係凍厲害嘅事情。我等下請過來看一下師傅運用辦來評分咯。先來請你啊，準備師傅搶分數。風吹得到分數，好，大家來看一下到底運用辦吼，先師傅搶分數。哇，你係風吹，又係平手嘿，好來，準備師傅搶公平。最主要係用呢個星星腸來變化，一直切隻貴條去爆呢個培根啊，處理。其實佢是因為我佢用鋪嘅醬味香油，但是電到要混嘅分，嘅磨貝還有個蘇打粉嘅切切，
最主要係要個嘅地位要搶出來，個成日掛玉米筍啊，要個嘅風菜條，啲落要增加佢嘅水分，食起來要脆脆要甜甜，又唔會當油，因為好可惜咧，是變到加個配料些，變到佢新腸感覺好燒咧，就得切好大條，冇就切半條，咁對半切，因為佢係主角。韓國係蔬菜煎餅嘅，因為基本你係蔥條啊、風菜條嘅梅頭，可能韓國嘅新腸嘅梅頭魚咧，好可惜是都抓到。什麼都新腸。我阿朱師傅嘅想法咧，風腿兩片呢，就像盧師傅講嘅，伊個處理到凍好，用炸嘅啊，低度就清到嘅蔬菜啊，伊個水分，還有個小黃瓜伊個脆度啊，炸到嘛唔會燙久。啊，南腿兩片就像盧師傅講嘅啊，主體就是新腸，而切卡多嘅，嘛做得切泡泡嘅，擺在上面擺滿滿的，按用煎，食到每一口都就食到新腸嘅口味按用，感謝。唔怕，行擺很有機會就得嚟加油。其實呢，兩隊咁樣都當好嘅成績，然後睇下有可能發一個雙成績出來誒，馬上出來頒獎咧。好啦，今日比賽有講真嘢，當緊張呢，呢邊嘅風吹也心差唔停嘅咧，一開始冇分數呢，後來哦，竟然係兩組個個都得到一關都得到2票，算是實力非常相當。兩隊都係大頭名，先要恭喜風吹得到1000元嘅加菜金。恭喜！咱水今日咪係大頭名吼，就得到2500嘅加菜金。恭喜！好，先來問一下豐原記，嗱，睇下分享一下禮拜哦，韓德老爺趁嘅叫下來參加比賽，心情用辦，心情用嘅老太分享。今日做啲過來老太世界啦，哈，來參加啲錄影比賽，當歡喜啦，哈，也當緊張要樣，因為唔識來看啲錄影嘅哈。所以當歡喜哈，當歡喜。嘉玲姐姐今日當勇敢，漏法講一些話嘎巴，然後但是呢，她默默當好助手。嘉玲跟大家分享一下禮拜的心得。第一次參加，有點緊張，希望下次再有機會能再那個學好課語再來參加。哦，你只要再學個2、3個字就可以來參加了，好不好？不要讓我們等太久哦。好，謝謝。你當厲害、當強嘅耳順大哥吼，今日了當嘅蛇龍強下來參加感想。非常感謝客家電視台呢，有了一家之主的這個節目，咩新歡喜，然後蛇龍嘅呢，第一次強下來煮菜，冇你不下都記住，哦，真歡喜。不過客家男人真的是好，對不對？原則一起搞到公款，今日讓你重新落吼，強下來參加，你真正動難得啦，讓大家分享下新冠度嘅想法吼。哦，我知道你嘅節目。當好啊，有倆嘅機會做得到我嘅聰明路向下做嘅菜，我知道啊，因為真是當好。哎呀，還有隻優點嘛，就是講今天大概後台可以收個7罐8罐的那個王品泡菜，做得啦吼。做得。哦，恭喜！謝謝。啲兩三號真經非常認真，咪非常傻嘛。不過真經非常盤得出來講，這1500塊他們應該拿不到半毛誒。不會啦，不會，那個是假的。唔會啦，相信聽我朋友的鼓勵，再要繼續做下去啊。哦，故說呢，睇下會發現到做料理啊，真係帶本台吃啊，動態快樂，還有一個神秘嘅素材哦。料理呢，做得本人聯絡情感，本人不卡人嘅感情還較好哦。係啊，所以呢度我哋嘅節目吼，真係有點動到咧，喊做得頭正講要互相之間嘅情感，所以真緊日日來報名參加哦。一家之主等你共下來挑戰，歡迎你哦，拜拜。拜拜。